中央气象署今仔宣告第6代高速运算电脑正式启用，空气预报的解析度对3公里提升到1公里哦。嘛开发 AI 高解析度空气天气预报的模式，来提升效率甲准确度。咱做回来了解。水冷式降温系统帮助降低温度，确保运转无问题。机房内底当地运转的气象署第6代高速运算电脑，经过分阶段的建制，总算正式完工上线。总计算能力是顶一台电脑的7倍，嘛伫全球500大超级电脑排第69名。CPU 的话，它是使用台积电7奈米制程所制造的。那它的特性的话，就是会在相同的运算效能下，它是比X86的 CPU 是更加的省电。扩充的计算资源会当提升未来区域速达测报模式的水平解析度，为3公里提升到1公里的密度。对台湾复杂的地形、甲多变化天气的预测，会提高预报的准确度。而且高速运算电脑嘛大幅度提升 AI 学习的能力。目前预报的模式嘛为物理模式加入 AI 资料预测，整合双边来判断。在人工智慧这边，它其实用的是现代新的这个资料科学的方法来做相关的预报。它实际在做预报作业的时候，速度非常的快。气象署表示，将来会做3头的合作，发展 AI 测报技术，甲相关人才培育，让气象的服务更加多元。记者综合报道。